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日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要提醒乡亲，这几日过到了后的西北雨，若要挖进山区，就要细致。因为花莲山区落大水后，大高线苏花公路中德路段，伫昨昏尾暗仔是崩山落石头，中德到河仁路段随封路赶紧清路面，伫昨暗7点35分的时才个开放通行。哦，你看，崩掉了！妈，它的山崩掉了！规片的土石自山顶下来，土山淹甲规个。花莲县山区伫咧20落一阵雨正大，造成苏花路龙总德段正侪所在发生灾情。晚暗5点左右，苏花公路174公里发生山崩，现场互人看了正惊。规条产业道路拢互土石砍掉的，土石也差一点冲喺明体厝内。这流已经流到家里了。伫苏花公路总德磅坑南边出口的山坡顶，大高线164.2公里附近，有2个所在土石也规个崩落，砍喺路面。暗时6点，佫发生一遍山崩，高木大师派人来清理现场。它那个长度不长，长度不会超过20公尺。OK， 它的宽度就是它呢，因为它都是泥流，啊，是的呀，所以厚度差不多20公分这样子的，就是车子刚好不能开。工程人员积极抢修，伫暗时7点35分已经抢通，车会当过。公路局表示，山区的路因为受到地动的影响，土石容易崩落。若是拄到落大雨或者是雨落袂停，路况较歹掌握。若是无必要，尽量莫伫咧在后行山区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在咱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大部分也是侪云到好天，若伫北台湾是爱细致过到了后的西北雨，咱同齐看云图。今仔日咱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场是吹较足的偏南风到东南风，所以伫东南部恒春拢有湿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也有其他的山区是爱细致过到了后的西北雨。今日各地高温大约会有32度至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瓦近山区的所在，也有花莲创国高温拢有36度以上。气象署嘛有针对咱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伫彰化、云林、台南甲屏东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今仔日是夏至，国健署就发现讲，今年甲当因为热伤害、风霜急诊的案例是有比过去也搁较侪，所以嘛要提醒乡亲就要注意预防热伤害，尤其是1岁到5岁细汉囡仔，较袂晓讲热嘛，唔知影家己敢是热着，所以家长就要特别注意。政府即马嘛发布一份预防热伤害的卫教素材，要提供予家长参考。当出现热伤害症状时，请先移到阴凉通风处。天气愈来愈热，拜5就是夏至。根据气象署资料，台湾平均气温比顶世纪悬1.6度，而且热人的天气天数嘛对2个月增加到4到5个月。面对高温，尤其是1岁到5岁的幼囡仔，因为身体机能咧发展，加上身体无爽快，较无法度好好表达，所以国健署、气象署甲教育部是联合发布避免幼儿热伤害的卫教素材，要来教家长预防幼囡仔热伤害的小撇步。婴幼儿的部分，因为他的生理跟自然的自理能力呢发展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办法自行去摄取水分。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5月，每一个月都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它的温度不仅仅是平均的增高，而且它会突出来，会极端高温出现。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嘛愈来愈多。有家长讲，因若是有带幼囡仔出去，一定拢会替囡仔扎帽仔、地裤甲风拍的衫。另外，嘛会每30分钟就换囡仔进来啉水。
我们出门前一定会帮它擦防晒油，因为现在太阳紫外线真的很厉害。然后水壶一定会带，然后会帮它戴遮阳帽。然后还会准备小电扇。虽然帮囡仔做防范真重要，不过国健署嘛提醒大人，唔通干那顾咧顾囡仔，煞袂记哩保护家己。即摆日头真毒，大人甲囡仔拢爱做好防晒，伫日头骹拢爱注意家己的状况。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在咱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基隆市公益青年电动机车政策6月14开始，已经会当限量去申请，登记到6月18。若民众排队是排甲落长嘛，出现一寡排队的乱象，有人三更半暝就赶紧去排，阁有人替人排队趁外路啊，排一届总共有排到一届就要3000块以上。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伫5月初3有发函予湘北，讲关住民就业自治条例部分条文是无效的。严格基隆市伫2002年制定相关自治条例，严格因说无代志，湘北即嘛不服提起诉愿。新北市的原民局是表示讲，总共诉愿互驳回，安尼因就会行行政救济。来看《联合报》，国会改革法案复议案伫今仔日要进行表决。伫中外有青鸟和那英、那力拢有动员民众行上街头，即马拢伫立法院的外口。立法院前2天是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和瑞国，针对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进行备询。即马是传出讲，经济部长郭志辉伫内的群组转传单位节目的内容影片，这个内容是在质疑，即马咱的国会已经互中国掌握，这是引起争议。也若复议案伫今仔日要表决，国民党团昨暗就伫议场外口摆班。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内阁团队就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备询。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方表讲，前一天这段期间伫咱群组转传讲话性的节目，内容质疑国会和中国掌控，引起争议。我只是转发，我那个后来有收回，我其实收到了，但是没有完全看完，我就发出去。这个是我坏习惯，以后会很谨慎。另外，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质询的时候，质疑行政院面册公布的复议案7大理由，送来立法院说出6项，并无面册顶头无差别调查民众，政府刊登等文字，讲行政院讲白贼。对此，杜英台讲文理有调整，内容拢相像。脸书上抛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公文书为准，代表心情。大院的公文书依照法律的文字来做。跟民众的诉求，我们用一种法白的方式，一定的调查权要给予相当的限制。8.5号的释字应该是大家现在共同的标准。这个时间要扣除。杜院长伫内底和南北立委争论，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和民进党立委王定武嘛伫行路大说声，因双人对立法院要用警察权意见无同，今日2个人拄到是火气真大。叶元之有说要警察权，就他不敢承认。他说我抛脸书，我没有抛，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他说我说警察权趋于民众。动什么手？公民团体青鸟行动继续伫立法院外口举办公民论坛，因是普隆时加上天气烧热，现场的民众有较少。也过离表决，国民党卖点喺立法院外口发起那英行动来声援，有计青鸟和那英死搞的枪棒，互警方唔敢大意。为了区隔双方支持民众，避免相关冲突，总共部署了500名警力4个分局来进行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那党团嘛启动通宵排班，伫议场备战。不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强调，民进党袂恶意杯葛，呼吁在野立委确保复议案顺利进行，嘛呼吁场外民众互相尊重，保持理性。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要甲镜头来去立法院。立法院伫今仔日要针对行政院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复议案记名投票。虽讲民进党团已经强调袂主动，也过国民党团伫昨暗同款就伫议场排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完全不了解国会改革相关的条文的情况之下，依然提出复议。国民党一定会坚持奋战到底，不止今天。要退回行政院的复议案，把它否决掉，而且我们会积极的来查弊，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要让国人能够看到过去8年来所有贪污腐败的
这些民进党的恶行恶状。也相信韩国瑜院长、立法院的议事部门也都规划好进行的时程。民进党会依据议事规则，我们绝对不会进行任何的杯葛，绝对不会有任何恶意阻挠的状况。也希望国民党应当反求诸己，希望复议案如果有正面的结果，扩权的恶法就会随即失效。所以复议案还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释宪我们该准备也在进行准备，但是希望释宪可以不用进行，也就是希望今天的复议案能够先行，让我们先持得点。头拄听到的是哪里伫早起的时上新的讲话，那调野伫立法院外口拢有大舞台伫宣讲，警方嘛出动要1000人伫现场议案。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昏时表示，复议案若是失败，就会伫法律生效了后提出释宪。继续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有对外宣布讲，要卖予咱台湾2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外界嘛在关心讲，安尼当时会当交货。美国有表示讲，按算是对今年开始到2025年拢会交货。另外，美国在地协会处长孙晓雅趁落任进前，昨昏有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美国在地协会处长孙晓雅特别下前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韩国瑜感谢孙晓雅为台美关系所做的努力。We deeply support the cooperation we have with the Legislative Yuan. 孙晓雅答应未来会过来台湾拜会老朋友，台美关系继续真好。拜登政府第19摆对台军售，卖强啊岛300、Altius 600MV 2款攻击无人机，会强化国军地面部队精准打击能力。外界观察什么时阵会当交货，都惊拖延交付。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回应，预计今年到2025年都会交货。国防部长顾立雄会搁甲美国讨论。今天看到有媒体报道，他们应该是会在明年会交运。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尽速获得的事项。筹获的这个时程，我们会再跟美方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们能够补足美国的需求，那美国可能它自己国内没有生产，例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晶片什么这些，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那第二个可能是一些数量上面，也就是它目前假设那个，例如说因应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的需求，那美国国内的这个厂商他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这个生产数量的需求，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补足或是支持。针对台美共同合作生产武器，学者表示，台厂具备一定能力，也毋过爱符合美国治安规定。加产量监视长照未来拢会放大监视。也毋过台海紧张情势，海巡署公布逐工平均有4架中国海警船拢伫金门海峡，顾立雄强调拢有障碍。我们跟海巡本来就有绵密的这个勤监侦的联合勤监侦的手段，所以相关的这个动态都有互相这个协作，所以我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另外，空军陆续战备演训，20透早展开全岛制的防空作战演练，用空军当时模拟强军攻击重要阵地。国军到第3大主力战机6项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加天宫爱国者飞弹，藏防炮系统，严正重要目标防护战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和菲律宾伫这个月17日时，因伫南海的仁爱暗沙发生冲突。菲律宾伫20日时有公布画面，讲中国的海警是手提刀啊、甲斧头甲因攻击，而且咧对徛的时有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佮互因扑断镜头武功。那中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这件代志是因为对方先乱来，才会发生冲突。那这场意外嘛，互南海主权的争议，即马局势愈来愈紧张。中国海警手举斧头硬爬上菲律宾的船只，这是菲律宾第20公布的画面。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17日伫仁爱暗沙海峡拿弄菲律宾的船只，佮非法上船，造成几内人受伤。佮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伫事故的时阵大武攻击断去。中国外交部伫19宣布讲，中国海警是依法对非法走入南沙群岛仁爱暗沙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国公开4架中国船包围1架菲律宾小艇的画面。我想强调的是，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不过，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讲法，迄天菲律宾海军的冲击船要去仁爱暗沙执行补给任务，中国海警毋但用斧头、举刀啊、钢推啊攻击因，佮甲箱仔内的8支M4步枪
导航设备甲其他补给品抢走，实在就是害惨。不过北京方面有另外因的家己的讲法。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国菲律宾南海主权的争议愈来愈紧张。顶礼拜已经有真侪菲律宾民众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抗议。This is also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fought and won against our aggressors. We also stand now undeterred in fighting for, or in claiming and in showing that the people are united against China's harass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菲律宾一只旧军舰塞拉马蒂瑞号就掉伫喺争议的临海岸线。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定期甲驻守人员报警，说几年摆互中国的海警阻挡。虽然塞拉马蒂瑞号已经实现，不过由于国咧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行为无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19和菲律宾外长通话，讲依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真坚定。白宫嘛指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起诉，恐惊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日本甲法国嘛出声谴责北京，讲是新闻侵略被编译。继续关心国际上上新的消息，这是8月新的秘书长人选出来啊，是由荷兰的看守总理李迪来接任。因为伊唯一的对手罗马尼亚的总统尾也宣布退出，所以尾也由伊出任。伊会伫10月初1日时接8月的秘书长。因为伊的立场是坚持一定要援助乌克兰，所以嘛得到美国、英国、法国甲德国这个国家重量级的人物支持。伫咧争取8月秘书长唯一的竞选对手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宣布要退出了，荷兰的看守总理吕特决定10月初1现任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任期结束了，要接这个位。Nou ja, ik had er aanvankelijk niet zo naar gezocht, maar ja, weet je, met alles wat er nu in Oekraïne gebeurt en de instabiliteit in de wereld. En een aantal mensen die dachten dat ik dat misschien zou kunnen, dacht ik, ja, je kunt het ook niet zomaar terzijde schuiven. En dat is natuurlijk een ongelooflijk interessante functie. 吕特的执政任命伫咧去年中表态了，伊提出辞呈担任看守政府，但后一届新政府组成，所以就宣布要争取8月秘书长的职务。因为对乌克兰的声援正坚定，得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重量级的人物支持。不过吕特也该发挥伊做总理14年所累积的外交手段，来说服土耳其加匈牙利这寡8月较固执的成员，而且继续加强8月本身的安全。这马人伫咧越南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伫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会当依靠的安全架构，也批评8月对亚洲的安全造成威胁。Бло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колачивается в Азии. Уже НАТО туда переезжает как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е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о мы на это обязаны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и будем это делать. 这边俄罗斯甲越南签11项协议，包括石油、天然气、合作科学，也有教育。但是，刚进前俄罗斯甲北韩所签的共同防御协议，明显是有差。学者分析，虽然美国甲民国对普京访问越南会担心，但是对美国甲越南的长期关系是袂有影响。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镜头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伫当地时间19日时，因公布一项规定，要求伫这个州内底的公立学校教室内底拢爱打摩西十诫的海报。不过有人是批评讲，安尼影响宗教自由。This bill mandates the display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every classroom in public,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post-education schools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Because if you want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you got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al lawgiver, which was Moses. 伫基督宗教流传真久的摩西十诫，源自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了后，伫今仔日的西南半岛流浪40年。摩西讲，伊得到上帝亲自启发，赐予伊10条诫命刻伫石碑顶。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包括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甲神教，拢有无共的10诫版本。也毋过大体上的内容包括袂当敬拜上帝以外神，也袂当崇拜爱豆，爱孝敬父母，袂当杀人，也袂当奸淫。偷摕家族家情，袂当谈论他人的家后甲财务，
随着基督宗教流传各地10届内容，也查出西方文明中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毋过像美国边缘联盟 ACLU 等团体认为，伫公立学校校园内采十字架、甲耶稣像含展示任何甲基督宗教有关的图腾物件，拢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甲政教分离的立国精神。ACLU 已经准备提出诉讼，阻挡路易斯安那州这项新法案。赞成这项法案的民间团体，像法律咨询组织第一自由研究所，道主张10届毋那是宗教戒律，而是有历史意义的物件。美国的天主教圣母大学法学教授贾奈特认为，所谓政教分离，无代表爱禁止展示10届海报，还是十字架顶宗教信仰的图腾。因为反对法案的 ACLU 等团体，甲民主党真亲近，赞成法案的保守派团体，多数支持共和党伫大选伫要到2024年，佫成做美国政坛的敏感话题。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来关心法国是发生一件未成年红超大案件，这是一个12岁查某囡仔去互3个查甫囡仔，骂讲伊是垃圾的犹太人，佮甲伊性侵害、甲伊凌迟。这个事件爆出来了后，有民众行上街头发起抗议，认为这就是种族歧视。也那法国的政坛嘛有侪人表示谴责。示威群众提无同款的标语，暗过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谴责反犹太主义。这12岁查某囡仔遭到乱暴过程真粗残，犹太社区真生气。根据警方消息来源，查某囡仔遭性侵的时阵，对方叫伊垃圾犹太人，佮问伊的犹太信仰甲以色列问题。Hormis le fait bien sûr d'être juif, mais en tant que parent, c'est quelque chose, c'est comme si c'était mon enfant. 这个代志也顶行规个法国政坛，总统马克龙10日部长会议表示，反犹太主义祸害咧威胁法国校园、各学校学校，针对种族主义甲受训犹太人问题展开对话，防止有严重后果的受训言论渗透到课堂当中。继右翼党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彭指控，基督派甲所谓将犹太人污名化遐人，利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以下冲突来挑化犹太人。基督教的法国无库学党党魁梅朗雄也共款谴责反犹种族主义，伊伫这议题常常发表无较清楚的言论，互政治对手指责。伫政治公报另外一边，基右翼的国家联盟党魁巴德拉是呼吁，打击为去年10月7日以下冲突以来，增加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也伫印度南部是发生假酒淋死人的重大伤亡，上无有34个人无命，100多人互送病院。急救的工厂、涉案的人员、失职的官员，拢已经互抓去。死者的家属伤心，受伤的家属正担心。救护车、医生甲专家拢赶来遮那处理池，也就是假酒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亡的地区。官员讲，一开始就有9个人老巴肚胃疼去看医生，尾后有愈来愈侪人带去死亡。29 is confirmed dead. 印度媒体报道，塔米尔纳多邦首席部长史达林表示，这款死者拢是啉着掺有甲醇的酒，因为真侪病人的情形即嘛愈来愈恶化，估计死亡人数也会增加。所急救工厂的涉案人，也个失职的官员拢已经被逮捕。伫印度，因为三家人无钱通买政府授权的业者所寄的酒，拢是去买介绍较俗、私底下伫咧寄的酒。这款非法的酒利润正悬，常常拢会加砂糖剂这款化学物质，增加酒精的浓度。若是出代志，每一笔的死亡人数拢真多。2020年，北部的旁遮普邦就造成120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罗西亚总统普廷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举办会谈，双方有签署全面战略谈判的关系条约，这是引起真侪国家的不安。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办公室就对外表示，因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所以韩国无排除考虑讲要佮重新来提供乌克兰军事武器。不过普廷有放调讲，韩国有准讲安尼施做是一个重大错误。来关心近期外国媒体报道，美国
总统拜登政府拍算针对爱国者飞弹系统，有向美国驻文要买订单，拢会暂停交货。若这个货会先送去基辅，帮助乌克兰来保护因的城市和因的基础建设。也毋过，白宫嘛有特别表示讲，台湾和以色列的订单未受影响。来关心以色列透明去轰炸加沙地区的中部所在，有造成3个人死亡，几啊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嘛进一步侵入南部城市拉法。根据当地人的讲法，以色列的战车即马已经控制掉大部分的所在。镜头甲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电和民营的卖料电厂有签25年的买卖合约，毋过是伫要到期。卖料电厂的1号机和2号机，照理来讲是伫6月，还有9月，会当都袂当个放啊。毋过环保团体即马积极讲，有风声讲经济部会继续和卖料电厂签契约，会继续发电，要继续放。毋过呢，因批评这等于是在危害森林地区乡亲的健康。台电和县政府拢表示，这是买卖行为，若是符合规定，就会当继续运转。卖寮电厂，2024如期除役。大城化考后要求，卖料电厂的1号甲2号机应该伫6月甲9月底终止运作，因为台电甲民营电厂签订25年的买电合约，照规定，电厂的1号甲2号机今年就应该陆续终止运作。环团举行记者会批评，基础到时阵也是会继续运作，根本无被注意。应该你要煤改气了之后，或者是说你有绿能出来的，再去改再去补。那你现在又让他去补，那这样说脱煤，那前面那些有什么意义呢？环团批评台电毒害森林人，也要求政府保障国民健康。台电回应，卖料民营小团电厂专案契约属于商业行为，亦要卖料电厂符合法定条件，就会当继续运作。它基于不可抗力，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如原来跟台电的约去把那些量发除嘛，这些缺的部分，希望台电能够把这些少发的度数能够让它补满嘛。对此，环境馆长张立宪表示支持卖料电厂转做电气厂，也不过依照空污法规定，无理由无予电厂电源，也强调会继续推进小团电厂转型计划。跟6、7之间一起在进行所谓的环境友善协商，希望它加装一些更好的一些友善的环境的防治措施，大家可以共努力保持我们空气能够更加清新。配合国家的政策，能源政策转型是必要的，希望讲伊甲迄个哈。赶紧把时程定了啦，把瓦斯这些所在赶紧做。卖料当地人数真贵，最近几年卖料电厂导致卖小资源改善制停。既然电力需求是国家政策，卖料电厂转型使用天然气是大工程，需要时间，就应该明定出时程，才会当予电厂乡亲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中捷运，伫去年5月份的时，建案厝尾顶的吊管长气全落伫铁基路，造成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运安会伫昨昏公布调查报告，讲是作业的人员操作失误，才害这个吊车的手骨长气落落来。也若台中捷运的铁基路无去侦测到有物件落落来，加上列车12秒就弄掉啊，站务人员未负打动，才发生意外。去年5月，拄对丰乐公园站出发的这帮台中捷运的列车，无到1分就随弄到轨道顶悬的物件，造成1死15伤。事故经过1冬多，运安会公布调查结果。依照一般同仁的正常的作业，要开启这个盖板，按下这个按钮，一般大概要15到16秒的时间。我们对记录里面的调查，随车站务员在发现这个航架，一直到列车撞击到航架，中间仅隔12秒，所以当天的时间是不足以让它开启盖板，按压刹车按钮。运安会列出中捷有可能造事的原因，包括作业人员是不当操作拆除机，和航架长气，低速踏实启动机的航架当落去轨道。另外，事故列车的下行轨道，伊当阵并无侦测到无正常的状况，无启动断电。加上虽然保全人员有发现轨道有奇怪的物件，但是因为车站的月台无紧急停车的设备，所以这站务员伫列车出发了后，嘛未扶持紧急停车的开关，才造成事故。事故经过就是迄天12点27分29秒，列车对丰乐公园站
出发，2秒了后，车站的保全举手表示讲卖发车，站务员是紧叫现况中心，现况中心回复了后，列车就弄到轨道的物件，造成145伤。乘务员会在前面，然后会去看那个就是行进的状况。我想应该经过事件之后，应该是有改善。劳动部是点名中捷，劳动部的职安署、交通部和台中市政府拢爱改善。劳动部的职安署表示讲，今年4月已经建立启动机构作业安全的管理指引。交通部是回应讲，已经预告修正大众捷运系统2名禁检函检办法，面对高空吊挂作业，应该提出安全影响评估报告。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今年3月底已经公告实施强化附近大众运输边仔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原则。运安会5大建议拢改善。政府将持续督导中捷公司，透过程序面、人员训练面、安全宣导，还有设备面等措施，继续精进。简短紧急停车通讯用语，明确紧急停车决策授权，需停止列车运行时，第一线人员均可立即操作紧急停车相关设施设备，以争取时效。运安会指出讲，中捷是国内第一件无人驾驶系统发生重大外来物件入侵的事故，建议定检视紧急停车设备、停车事故的应变，对法规设备全面改善，避免这种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昨早高雄凤山高中的教室内底电箱是熊熊喷出火星，加载是无人安怎？暗甲学校赶紧甲学生囡仔换教室上课，嘛通知厂商来修理。厂商是表示讲，即马逐间教室拢有导冷气，若即间教室的电线嘛是新牵的。厂商是认为讲，应该是插冷气卡的机器有问题，才会喷出火星。电箱内实在呛出火星，亲像后1秒就要烧起来。教室内突然呛火光，虽然下课的时间，有关和部分学生惊一跳。刚下课，然后就有看到后面那个电箱有在冒火花，然后那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的同学都先去打扫了，所以教室里面真的很少。然后一看到火花，我们就撤出去。有一点吓到，但后来没什么事情这样。20世纪50点，高雄凤山高中一间教室电箱呛火星，学校校部随和学生换教室，佮通知厂商伫中昼完成修复。等到教室，电线也有超倍大的分裂。电箱下面连接的冷气读卡机，因为学校自年才配合班班有冷气佮节能政策，专门换做便便冷气。初步判断，应该是读卡机控制开关故障。申请到2-3千万的经费做整个学校电路的更换。所以原则上学校用电应该是没有危险的，读卡机的那个开关控制可能使用频繁，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短路。因为开关已经使用超过5年，学校表示会请厂商全面检修，确保师生安全。专家表示，接触不良同款可能造成电箱呛火星。绝大部分屋内的线路电线着火都是因为接触不良，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如果插座插上去有没有松松的，那个一定要换掉，要不然家里很容易会电线着火。专家提醒，电箱也是电器若定接触不良，呛出火星，时间一久造成电线烧，甚至着火。若拄到类似状况，要赶紧关掉总电源，以免发生电到顶进一步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伫最近的时有接到10间保险业者来报案。讲有一口罩3个人买真侪间保险公司的意外险、伤害意外险，因对104年开始就直头毋是跋倒就是拆伤，拢去中医诊所看诊了后开大钱买一寡补品，再用这收据去申请理赔，已经赚5500万。专栏即马依照早期罪、洗钱罪移送法办。因讹败啦，一条3万到6万，金条260条，一条9万2。这拢是民众诈骗保险公司，互警方查到的贼赃。姓周的查甫人和姓林的查某人，一口罩3个人，按103年开始，就大量甲几若间保险公司买意外险、伤害意外险，再来申请保险理赔金，所骗到的钱总共是5504万，有将近10间保险公司受害。周显跟家人以轻微的车祸、碰撞等理由，并假借购买高单价的中药材，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那专案小组在今年6月执行拘提，搜索周姓2名嫌犯，查扣大量证物，如黄金、中药材等证物。姓周的查甫人用各种步数，亲像身躯去弄到跋倒意外事故，去看汉医，竟然要买自费药品，结果是买燕窝这高级药材，则摕假的诊断证明甲收据来骗钱。
了，甲药品摕去转现金，除了买金条了啊，姓周的查甫人过去花莲买豪华的农舍、别庄甲土地。经过统计，规家10外年来，平均一个月跋倒10几届，上最20几届，上悬个一天跋倒2届，一直向1999申诉，讲当作是检举大户。保护，因为保了很多张实支实付的那个保险哦，那产生那个理赔金超过他实际支出医疗费用，你花了多少，那公司理赔给你多少，才是这个商品真正的一个本质的状况。警方将专案依照早期罪洗钱防治法，该嫌犯以上8件侦办，针对民众诈骗保险公司的案件直直发生。金管会推动实施受付医疗险改革，规定敢若收据的正本才会当申请理赔。通读是损害填补的原则，防止民众靠破片来赚钱。新报道有计10月初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迄阵金管法66号伫2021年就有违规掠沙鱼，因敢若挂鱼刺鱼仔拼去大海，即马佫互海巡掠着讲违法挂鱼刺就超过6吨半，渔业署上当会当罚250万，而且会收回渔业证照。渔船等渔港海巡来检查，所发现大批的沙鱼尸无鱼身。所获这金管法66号互海巡查出第一个沙鱼时阵，涉嫌违规挂鱼领。海巡人员清点一包搁一包的鱼领，发现有6510.6公斤，数量真大。这只所获这金管法66号渔船违规挂领已经不是第一摆，2021年都报有违规记录，但罚500万，收回渔业证16个月。海巡早就注意了。本案经渔业署认定违规属实，原依据《远洋渔业条例》第41条，移送主管机关进行裁处。渔港逐工拢会拍卖沙鱼，每公斤批发价50块左右，暗过沙鱼领每公斤用卖几百块，差真济，所以不少不少渔民惊险路，违法挂领去鱼身。海巡署表示，专案查明违规了后，马上通报渔业署派人封存，照违反远洋渔业条例来处罚，相当应罚250万，各收回渔业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南屯拜一暗有学生囡仔通报讲有动物救护车肇事，发现是石虎。若同时间伫苗栗通宵嘛传出有一只石虎死亡，同款是救护车弄着。一发现车道顶悬有动物互人弄死，这个大学生赶紧倒来警示后壁的车。18日暗，这个大学生伫台中市南屯区白溪附近的车路发现有动物互人弄死，赶紧通报处理。警界队先介带转去了后，发现那像是石虎，所以通报农业局。若农业局确定是石虎，交予专家来处理。立即请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前往清洁队确认，经专家判断为石虎而非家猫尸体，后续将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处理。发现的地点是伫白鸭溪附近，这个水源甲是不适合动物生存。这件也比去年9月伫乌日区发现的弄死石虎案件离市区搁较近，附近就是中卫区。专家表示，这只石虎也搁咧发育，那像是探路草找一个过程拄着意外。虽然最近白鸭溪周围石虎的族群发展稳定，不过当地常常有人甲车来来去去，石虎拄着危险的机会嘛增加。沙子溪的就是往外的地方，其实都已经是很多人活动，或者是有驻扎的地方，可能是道路工程或是其他的工程，然后其实都会在河床地会有一些干扰，这样本来不错的基地，然后就会被破坏。目前看起来，法子溪应该是石虎可以利用的基地，但是基地状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定。苗栗通宵18嘛传出有石虎互车弄死，这是今年苗栗县第10件石虎互车弄死的事件。苗栗县府表示会勘讨论改善相关的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幸福城市排名出来啊！亚洲是敢若台版、首尔和新加坡有入金牌组，也若咱台湾前100名的城市，台北排46名，高雄64名，桃园88名。你生活的所在敢有幸福？在台北生活幸福吗？还不错啊，就是食衣住行这件事情都还蛮方便。现在桃园其实那个进步也很大呢，交通的设施、文艺活动啊、市集啊那些，还有亲子的设施，
也都发展的不错。总部伫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是发布幸福城市指数的报告，研究人员是以人民、政府、环境、经济、交通移动性等5大对幸福有直接影响的指标，对全球250个城市来做评分，总分上悬的前17个城市拢伫欧洲。台湾有3个城市伫100名以内，入来到银牌组都是排46名的台北、第64名的高雄和第88名的桃园。这个民众对这是正面的看法，不过嘛有人提出会当改善的所在。因为我机车族嘛，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机车不友善，就是在路上觉得好像有点危险。他生活步调比较快，对。那我们这个中年人适合慢活。道路的卫生，国外的就是街道蛮干净，要多一点垃圾桶。这几年逐步的，包括说增加我们的绿地的面积，交通可以更便捷，不同的这个指标的这个参考。来加速我们城市转型的力道。做一个港岛的省长、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会把相关评比列作城市治理的参考，继续打拼打造一个永续宜居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马厝价悬，所以厝税嘛对得起。根据行政院的统计，咱全台湾伫5月份税厝的租金平均计销指数是2.6%，这嘛是28年来起上侪的。厝主带厝卡看房，门一拍开，一顶名床、冰箱甲桌啊，一间6-7平，伫卫武营附近的套房爱6000块厝税。高雄市即几冬除了房价直起，厝税也对得起。根据台湾房屋的统计，高雄市厝税起上侪是伫美术馆迄边，有起到4000块，刷落来伫前镇甲三民区上侪有起到2000块。住伫前镇遮的厝卡真贵，若是租金起伤合，会选择搬较远。可能多到我没有办法负荷我自己工作的一些平衡，那我就是会真的离远一点点。那景气不好啦，那个店家也不好经营啦。你房东如果说一直涨、一涨再涨的话，两个都没有好处了。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全台5月厝税指数年增率是来到2.6%，是28年来上悬的。其中南部的厝租指数年增率是2.53%，也是11年来上悬的，已经超过北部。店长表示讲，这几年除了电价、物价起，加上这几年拢有科技产业进驻高雄，要找成本增加，厝租才会提悬租金来补成本的压力。厝头家永远拢是把家己的成本算伫咧租金内底，所以包括即卖囤房税，个即卖房价嘛拢一直咧起，所以未来高雄的厝税嘛是会对得起。店主认为高雄市的房价这几年拢是压悬的趋势，短时间内面无啥可能会落价，除非是拄到较好心的厝主，也若无厝税，干会愈来愈贵。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中央有推出新青安买厝贷款，本意呢是要来减轻买厝的人的负担。也毋过说风声讲，有人厝买的，毋是要家己住，是摕去税人。所以即马财政部和银行已经讨论出共识，若是要贷款，就要签切结书；若是发现违规，所有的补助拢会互讨倒转去。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贷款，是咪到即马所传出这个方案，互有心人利用者做新的插办工具。财政部督导公共银行开会，参详了已经得到共识。伊是强化催促人头户，也就是办贷款进前要严格查核，贷款了后也要详细清查是毋是有人头户甲转租。投资大户利用人头户来办新青安，而且违规出租的话，并且不让租客去申报、去报税，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政府的资料就查不到。开放租客检举，这样子可以比较容易把这个违规的大户给抓出来。除了加强贷款进程审核甲贷款了后管理以外，新贷户拢要签切结书，而且明确建立违反规定爱行补贴利息这条款，故户是免签切结书。毋过，若是违反，就要照个案情形，依照规定尽速来处理。很难去勾稽到呢，你现在有没有把这房子出租给别人？所以我们租屋黑宅这么大，连财政部都抓不到的东西，你怎么指望银行抓得到呢？只是把贷款追回来而已。贷款者来讲，他是把政府的优惠贷款换成一般的贷款，他的付出来的代价也很小。
学者认为，未少厝主伫出租进前，就甲厝卡讲好，免用租金补贴，所以政府若想要为报税资料去找人头户的机会无大。若是真是被抓到，也只实行利息补贴这个条款，并无相关的法则。学者认为，想要压制炒房，也是要提出有效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是南兴国中的学生张继顺，因为发生意外，颔棍以下拢无法度振动，普通时嘛爱靠呼吸器来维持生命。伊的手无法度夹笔，敢若会当用喙夹笔来写字。毋过伊对学习的坚持和用心，是可以摕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讲座完哪听哪写，甲张继顺所讲的话写来。张继顺伫上课的时阵，边拢爱有讲座完到3工。上课要抄东西的时候，老师写的重点要把它写下来，还有那个帮他翻书，然后帮他准备考试的东西，还有他需要什么上课的东西都要帮他准备。他作答没有办法说像别人可能写一个字可能了不起几秒钟，他可能一个字要写好几分钟，因为他是用嘴巴用嘴工笔一个字一笔一画慢慢写。学校讲，张继顺伫咧学习这方面正坚持，唔但每一节课拢有上，甚至下昼放学了，还佫定定看到伊留来上辅导课。伊对家己的成绩正注重，学校也另外替伊传考场考试。开比人较久的时间来应答，这个部分阮学校拢有为伊特别设一个考场来，互伊会当完成考试。他念出来，然后我再写下来。然后如果说有些数字比较大，然后他没办法心算，我就会把它列指示下来，然后就列好之后，然后他再讲答案，我再把它写下来，然后再把它放进算式中。伫细汉3岁时阵，因为出车祸，伊颔棍以下无法度振动，一个用呼吸器设备。不过伊也是坚持，逐工拢要去学校上课。行动虽然无方便，不过无阻挡伊对学习的热情。这种对学习的坚持，互伊得到2024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文化总会长征婚影片，这届是去台南访问座堂的师傅张锡兵和伊的后生。来看，会当看到因这对爸仔囝是安怎传承古早手路用手工做乌糖的故事。手提一支接一支的茶落入去灶内底行，炉仔顶悬是烧滚滚的糖浆，就爱一直拉。这是台南的2代乌糖师傅张锡兵甲张月婷，遵照古法用手工来做乌糖。如今因的故事嘛，互文化总会记录落来。你要去当一个糖师，你要去了解不同土地做糖、须蜜、糖师。第2代张月婷因为唔甘爸母做甲遮尔忝，25岁迄当转去到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斗做糖，对正甘蔗手工做糖到品牌经营，做糖对张月婷来讲，唔那是工艺，嘛是传承。它算是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互相的体谅，然后互相学习成长。台南是出名的糖都，不过过去官方垄断做糖，所以手工师做乌糖，那反映着这段时代背景甲平民文化，甜蜜的滋味嘛是老一辈共同的基地。我想这个在深山里面发展出来的手做糖，我以为是早就失传了，想不到台南这边还保存了，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总会这个非常高兴，也要把它当做我们的匠人魂的一部分来发扬推广。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这样一个农村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伫咧深山内底关山里，有2代做糖的师傅，伫遮传统手工做的乌糖，嘛是一款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台南的安南区有一个天马电台，之前是中央广播电台咧用，也毋过因刷走了后，已经有13年，这个所在土地拢无咧使用。即马在地人是发起联署，希望要向政府来争取，伫遮设台语文化园区。因那市府是回应讲，会和中央来参详。规大片杂草树仔生啊真旺，就算出动怪手嘛用真侪时间才通整理好势。
这是伫我台港国家公园附近的天马电台，也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民国106年迁徙了后，机关用地变做文创产业园区地，随往侪单位按证来遮发展，买手拢无成。即阵地方人士要争取点遮设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因认为无论是以文学也是历史的角度，这是上适当的地点。台港内海是咱台湾历史一个真重要一个起步的所在。咱台湾是对西部开始嘛，譬如讲盐湾地带一直起哩，一个廊道共款的，往南往北，拢是相当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台语文学的作家偌济啊，咱安尼呢，通做一个专册，表示讲咱呢为日据时代甲今下呢，咱台语的作家足济，结合因的背景啦，甲台语等等呢，园区来讲呢，咱有法度呢，甲这拢结合起来。台港文化执行长吴茂成嘛指出，当年来因推测台港文化参本土教育，拢是为着振兴台语文化咧打拼。目前全台湾敢若一个台语文化园区伫彰化，因认为政府通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伫台港内海营造一个福建保语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土地是迄个国产署的吼，所以市政府爱从国产署家大家密切合作，想要来建设天马电台的方案，是讲有想要投资这个园区的相关的这个提案，拢会从国产署家大家审慎去做评估。地方望这个29公顷的基地规划做台语文化园区，争取公司台语台总部南迁，设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等等。人事表公告2天，200多人赞声支持。会计人安生买手会甲公民讨论意见交予文化部，市府嘛回应会去参中央合作讨论。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即马是数位化时代，要学台语资源是愈来愈多。有会晓写程式的少年家，因为家己咧学台语的时，感觉教育部的台语学习资源也无够利便，伊跩家己写一个学语台语字典 APP， 结合教育部的学习资源，要互开始学台语的人有一个会当较友善、较好用的家己假使。就是会使学台语的罗马字。是只就会拨教育部的相动。这个学语台语字典 App 甲教育部台语词典的资源整合做伙，这个 App 就会当学罗马字，卖当查词典。而且往过若初学者要用教育部网络词典学台语，定爱伫找书的哪位切换台语输入，也是华语输入。学语 App 甲夹做伙，较方便初学者学台语。咱会使收藏想要学的书啊，做学习吧。像讲咱嘛会使做笔记啊，那嘛会使甲一个台语词变做一张台语的字卡。正学台文的时阵，就是每一天就迄个网站。毋过我感觉我较接使用的是我的手机啊，所以若是会当用手机啊做即寡代志，我感觉会对我的学习更较方便。开发者心安原底住日本，发现家己的日语愈来愈好，却豆袂晓台语。伊开始甲母语捡倒转来，学台文的过程却无顺利，就用6礼拜时间开发学语 App 帮助学习。同款推动台语数位学习的，还有即个2020年开始募资的台文加西米计划，到达已经开发出140万人次捌使用的找台语词典，甲拍台语输入法。虽然透过募资平台，每个月有超过170个人斗支持，不过提案者吴希美讲，也是真吃力。像这2天哦，干那做迄个台语大词典，就是干那校对迄个文字语数文字的部分，再就是甲迄个例词解说日文的部分，甲伊数位化。干那这尔已经做2天半，干那台语大词典尔，差不多做一半尔。学语 App 的心安希望继续开发学习台语变调的功能。台文加西米的吴希美也望继续甲古早的台语词典数位化。学台语长时行，这阵少年人也当咧用家己的方式，伫现代推动利便的管道，帮助大家学台语，大家拢通甲母语捡倒转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因若传统卖当创新，这是新增的文艺中心内底有一个布袋戏的文物馆，长期咧做布袋戏的保存和推广。今年是成立第20年，因特别结合艺术家，透过优化 3D 列印，也有影像，才系新的创新的方式，要来展示布袋戏，嘛要带观众、民众走入布袋戏的新时代，卖当透过布袋戏来熟悉新增在地文化。
布袋戏的翁仔头配上灯光闪烁，敢若亲像翁仔咧互相对话。这是当咧新庄文艺中心的布袋戏文物馆展出的阿姨三处方布袋戏特展。这三处方分别代表再创作、再想象以及再制作。展览由真快乐奖中剧团策划，甲3个艺术家合作，用油画、影像装置、纸板以及3D 列印等等多媒体方式展出。剧团认为布袋戏虽然是传统艺术，但去思考创新或者是现代化并无冲突。你讲传统甲现代即个物件，伊是同齐进行的，毋是讲咱即摆已经现代啊，所以传统就无去啊。啊嘛，毋是讲咱即摆拢保留传统，咱就无法度搁较现代。其实咱即摆是讲，即个传统物件，佫有啥物可能性会发生？新庄文艺中心讲，因为新庄有一条戏馆巷，过去布袋戏的文化真兴旺。展览中会当透过在地画家简文林的画，看到过去新庄人生活中的布袋戏文化。因讲新庄布袋戏文物馆到今年是第20档，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布袋戏，让民众知影地方的文史。那这一次的展览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除了就是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内容之外，我们也邀请我们新庄在地的一个油画家，那为我们画出我们早期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景象，然后融合在我们的新庄老街上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呈现。布袋戏在台湾的发展超过100档，对外台、内台到电视、网络，经过几6届的创新过程。剧团讲，这届展览上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布袋戏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望这个表演艺术会当搁一届融入民众的生活中。记者柯山、柯斌在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舞台中都从幕前形象来来去去。其实变装皇后对我来讲，算是一个翻完性别的过程，也不只会在同一个性别里面得到一种成就感。他们真的是有够骚的，你看我的手机，我刚刚是一个很近距离参与这件事情的。妖娇的打扮，像上等的迄个星。变成大人的芭比娃娃，我是演员，我是艺术家，我嘛是变装皇后。自我探索的旅程，超越性别的定义，传达爱甲包容，因为青春，所以有梦。